下去吧。这是啊，现在云溪暂时吃急，后宫的娘娘们知道皇上整日整夜为了此事烦忧，一共捐出了这2箱金银细软，称作军饷。东西不多，皇上一点心意。那你替朕谢谢他们吧。一句谢谢就完了？不然呢？那些妃子们想要什么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皇上他们就那么一点小小的心愿，您就不能满足满足？如此，那你还是把这些东西退还给他们吧。哎，这些东西啊，是还不回去了。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，所以才来跟您商量一下轮宿的事儿。轮宿？皇上，我知道您是一个有节制的人，但是这后宫有名分的满打满算不过那几个人，咱们就排着来吧。一天安排一个人到大明宫去伺候皇上，再给您留几日休息的时间。咱们得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制度。是谁允许你这么做的？还不是鹏鹏体恤您，才想到这个万全之法。你这是关心朕？朕看你这是把朕给卖了吧？鹏鹏是出于一片好心呐。前些日子您差点就犯了专宠一人的禁忌，现在呢，既能亡羊补牢，又能解决军饷的燃眉之急，换做任何一个男人都笑疯了。张鹏鹏，你做事要有个限度，小心收不了场。皇上要是不答应，那才叫收不了场呢。所谓吃人家的嘴短，拿人家的手软。你，皇上，臣妾觉得后宫的那些妃子们也挺不容易的，她们整日整夜的跑来我宫里闹。您说，我这还怀着孕呢，我哪受得了呀？结陵还需祭陵人，您就答应了吧。看在你怀孕的份上，朕就不跟你计较，此事便听你的。太好了，那我这就回去给他们报个信儿。